74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社会国基书记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由我受因，何等为我？色受因，受想行识受因。依此无闻凡夫，不如是知色、色执、色灭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，不如是知故。以色所乐赞叹，色着住，色白所白，内白所白，不知根本，不知边际，不知出离，是名依此无闻凡夫。以白生，以白死，以白将处世至他世。以彼易福，以白生，以白死，是名依此无闻凡夫。虽魔自在，入魔梦中，随魔所化，魔白所白，为魔所牵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地主，如是知色、色执、色灭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，如是知故。不贪虚色，不赞叹，不色着住，非色白所白，非内白所白，知根本，知真际，知出离，是名多闻圣地主。不随白生，不随白死，不随白将处世至他世，不随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随魔所作，非魔所白，解脱魔白，离魔所牵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75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社会国基书记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由我受因，何等为我？为色受因，比丘以色焰利欲灭不起解脱，是名如来应定正觉。如是受想行识，焰利欲灭不起解脱，是名如来应定正觉。比丘亦以色焰利欲灭名阿罗汉，非解脱。如是受想行识，也利欲灭名阿罗汉，非解脱。比丘如来应定正觉，阿罗汉非解脱，有何差别？比丘白佛，如来为法见，为法眼，为法义，为愿世尊为诸比丘讲说此义。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佛告比丘：谛听善事，当为你说。如来应定正觉，未曾闻法，能自觉法，通达无上菩提。以未来世间各声闻而为说法，为思念处，事正勤，事如意足，五经五力，七觉八道。比丘是名如来应定正觉，未得离得，未离二离，知道分别道，说道通道，福能成就诸声闻教授
教戒，如是说正顺行乐善法，是名如来无限差别。佛说此经语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76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舍卫国，祇树之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由我受因，何等为我？色受因，受想行识受因。你等比丘当观察伊色，观察色义，见有我、疑我，尚在何？诸比丘白佛言：好也，世尊。佛告比丘：善哉，善哉！色无我，无我者，即无常；无常者，即是苦。若苦者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疑我，不常在。当作习观，受想行识一复如是。多闻圣地主，以此我受因，观察非我，非我所。如是观察伊，以世间都无所处，无所处者，即无所得。无所得者，自觉涅槃。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做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77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祇树之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当断色欲贪，欲贪断矣，即色断；色断矣，得断知；得断知矣，即根本断。如站倒落树头，未来不复更生。如是受想行识，欲贪断，乃至未来世不复更生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78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舍卫国，祇树之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若色起自出，即可以此起；病于此住，恼死于此处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比丘若色灭，色木可于此灭；病于此色，恼死于此木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79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舍卫国，祇树之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过去未来色尚无常，况复现在色？多闻圣地主，如是观察伊，不顾过去色，不嫌未来色，以现在色验利欲，灭执净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比丘若无过去色者，多闻圣地主，无不顾过去色，以有过去色故。多闻圣地主，不顾过去色。若无未来色者，多闻圣地主，无不嫌未来色，以有未来色故。多闻圣地主，不嫌未来色。若无现在色者，多闻圣地主，不以现在色生厌利欲，灭尽相，以欲现在色故。
多闻圣地主以现在式生验利欲，灭真相，受想行识，一曲如是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如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三经，亦如是说。八十。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居士及孤独园。呢时世尊告诸比丘，当说圣法印及见清净，谛听善事。若有比丘作是说：我以空三昧未有所得，离去无相，无所有，离万知见者，莫作是说，所以者何？若以空未得者，离言我得无相，无所有，离万知见者，无有是处。若有比丘作是说：我得空，灵气无相，无所有，离万知见者，即处说善说，所以者何？若得空义，灵气无相，无所有，离万知见者，实有是处。云何为圣地主及见清净？比丘白佛，佛为法见、法眼、法义，为愿为说。诸比丘闻说法义，如说奉行。佛告比丘：若比丘以空闲处树下坐，善观识无常，磨灭利欲之法，如是观察受想行识无常，磨灭利欲之法，观察彼因无常，磨灭不坚固，变异法，心乐清净解脱，是名为空。如是观者，亦不能离慢，知见清净。复有正思维三昧，观色上端，声香味触法上端，是名无相。如是观者，犹未离慢，知见清净。复有正思维三昧，观察贪上端，嗔恚痴上端，是名无所有。如是观者，犹未离慢，知见清净。复有正思维三昧，观察我所从何而生。复有正思维三昧，观察我所从欲见、欲闻、欲受、欲尝、欲触、欲识而生。复作是观察：欲因欲缘而生识者，彼色因缘为常，为无常的。复作是思维：欲因欲缘而生识者，彼因彼缘皆是无常。复处彼因彼缘皆是无常，彼所生识云何有常呢？无常者，是有为行，从缘起，是犯法、灭法、利欲法、断知法，是名圣法印，知见清净，是名比丘当说圣法印，知见清净。如是讲说，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81。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比亚尼弥河池，侧中隔讲堂。呢时有
车名模糊男，日日游行，王子佛所，时比离车作实念，比离机作实念。若我早知世尊所者，世尊今我知识比丘解释禅师，我今当知七阿摩罗树阿基比外道所，即往之比富兰那家业住处，是富兰那家业外道众生以500外道前后围绕，高声嘻嘻论说俗事，是富兰那家业遥见离基摩诃男来过其灌输，令即正住拟定目言，是离基摩诃男是沙门枯檀地主，此是沙门枯檀白衣地主，比亚尼中最为上首，上乐正集赞叹集正，比所之集正之众，是故拟定应当集正。是摩诃男之比众富兰那所，以富兰那共相门信，相为类却坐一面。是摩诃男以富兰那言：我闻富兰那为诸地主说法，无因无缘众生有过，无因无缘众生清净。世有此论，你为心有处，为是外人上慧之言。世人所传为是法，为非法，颇有世人共论。难问嫌责以何？富兰那家业言：是有此论，非是妄传。我立此论，是如法论。我说此法，皆是顺法。无有世人来供难问而可责者，所以者何？摩诃男，我如是见，如是说。无因无缘众生有过，无因无缘众生清净。是摩诃男闻富兰那所说，心不喜乐，可骂伊将这弃去，向世尊所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，以向富兰那所论事，向佛讲说。佛告离基摩诃男：彼富兰那为出义语，不足记也。如是富兰那依次不办不善，非因而作是说。无因无缘众生有过，无因无缘众生清净，所以者何？有因有缘众生有过，有因有缘众生清净。摩诃男，何因何缘众生有过？何因何缘众生清净呢？摩诃男，若识一向是苦，非乐，非随乐，非乐中央，离乐者，众生不应因此而成乐得。摩诃男，以识非一向是苦，是乐，随乐，乐所中央，不离乐，是故众生以识念得，念得故识，识故忧恼。摩诃男，若受想行识一向是苦，
非乐，非随乐，非乐中庸，利乐者，众生不应因此而成乐得。无好然，以识非一向是苦，是乐，随乐，乐所中央，不离乐，是故众生以识念得，念得故识，识故生恼，无好然。是名有因有缘，众生有故。无好然，好因好缘，众生清净。无好然，乐识一向是乐，非苦，非随苦，非忧苦中庸。离苦者，众生不应因识离生厌离。无好然，以识非一向乐，是苦，随苦，忧苦中庸，不离苦，是故众生厌离以识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。无好然，乐受想行识一向是乐，非苦，非随苦，非忧苦中庸。离苦者，众生不应因识离生厌离。无好然，以受想行识非一向乐，是苦，随苦，忧苦中庸，不离苦，是故众生厌离以识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。无好然，是名有因有缘，众生清净。是无好然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而退。知法急重大，王子观欲贪，性急以猎说，法印富难那。82。如是我闻一时佛住，其体德远精舍。尔时世尊故诸比丘都闻圣地主以何所离见无常苦？诸比丘白回言：世尊为法经、法眼、法义，为愿为说。诸比丘闻已，当如说奉行。复告比丘谛听善思，当为你说，都闻圣地主以识见无常苦，以受想行识见无常苦。比丘识为是常无常也。比丘白佛：无常世尊，比丘无常者是苦也。比丘白佛：是苦世尊，比丘若无常苦，是变异法。都闻圣地主灵仪中见我疑我常在乎？比丘白佛：好也世尊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是故比丘所有诸识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彼一切皆非我，非业我，不常在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都闻圣地主如是观察，也以识，也受想行识，也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故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是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83。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比亚利弥诃提七宗各讲堂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都闻圣地主以何所见非我，不疑我，不常在。如是平等正观，如是知见。比丘白佛：世尊为法经、法眼、法义，为愿为说。
自比丘闻已，如说奉行。复告比丘谛听善事，当为利说。多闻圣地主以食见非我，不疑我，不常在。是名如实正观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复告诸比丘，色为是常，为无常也。比丘白佛，无常世尊。又告比丘，若无常者，是苦哟。比丘白佛，是苦世尊。比丘若无常苦，是变业法。多闻圣地主义中能见有我、疑我常在乎。比丘白佛，何也世尊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是故比丘所有诸色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彼一切皆非我，不疑我，不常在，是名如实正观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地主如是观察，以识得解脱，以受想行识得解脱。我说彼解脱生老病死，忧悲恼苦，顺带苦惧。佛说此经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84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及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色是无常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疑我，不常在。如是知，是名正观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地主以此我受因，非我，非我所观察。如是观察，以诸世间都无所处，无所处故无所得，无所得故自觉涅槃。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85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及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比丘以何所不见我、疑我常在乎？比丘白佛：世尊为发经、发眼、发意，为愿为说。诸比丘闻已，如说奉行。复告比丘谛听善事，当为利说。以色不见有我、疑我常在乎？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比丘色为是常，无常也。比丘白佛：无常世尊。复言比丘：若无常者，是苦哟。比丘白佛：是苦世尊。比丘若无常苦，是变异法。多闻圣地主能于中见我、疑我常在乎？比丘白佛：何也世尊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是故比丘诸所有识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疑我，不常在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比丘多闻圣地主观察，我受因非我，非我所。如是观察者，以诸世间都无所处，无所处者，无所得，无所得故自觉涅槃。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86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及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若无常识有常者，彼识不应有病有苦，亦不应有疑识有所求。
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色无常故，以色有病，有苦生。亦得不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比丘别佛，无常世尊。比丘无常为是苦何？比丘别佛，是苦世尊。比丘若无常苦，是病亦法。多闻圣弟子，以中能见是我，而我尚在何？比丘别佛，何也世尊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是故比丘诸所有识，若过去，若未来，若现在，若内若外，若粗若细，若好若歹，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我所。如是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正观以识，正观以识生厌，利欲不落解脱。受想行识生也，利欲不落解脱。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87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舍卫国基书记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色是苦，若色非是苦者，不应以色有病有苦生，亦不欲令如是，亦不令不如是。以色是苦，以色是苦故，以色病生，亦得以色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比丘色为常，无常也。比丘别佛，无常世尊。比丘无常者，是苦哟。比丘别佛，是苦世尊。比丘若无常苦，是病亦法。多闻圣弟子语，能于中见我，而我尚在何？比丘别佛，何也世尊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是故比丘诸所有识，若过去，若未来，若现在，若内若外，若粗若细，若好若歹，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亦我，不常在。如是观察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，以色得解脱，以受想行识得解脱。我说彼解脱，生老病死忧悲恼苦，顺带苦集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